各位觀眾，大家好，我哋又見面啦。未聽我分析之前呢，記得幫下手喺 YouTube 俾個 like 我。如果你到而家都仲未訂閱我嘅頻道嘅朋友，多多捧場，撳一撳 icon 訂閱我喺 YouTube 嘅譚紹興頻道，見到個鐘仔嘅幫下忙撳埋去。如果你已經訂閱咗我頻道，又撳咗個鐘仔嘅，我喺度衷心多謝你支持，就唔好再撳啦。同埋記得幫下手將今日呢個視頻呢個 video 就 share 出去，分享出去，介紹俾多啲朋友訂閱我喺 YouTube 嘅譚紹興頻道。各位觀眾記得幫忙啊！喺 YouTube 俾個 like 我，同埋幫下手睇埋喺 YouTube 廣告。咁當然啦。近期製作成本上漲，尤其是香港啊同美國啲股份啊、倉位啊、數據資料同埋外匯、黃金同埋加密貨幣資料，近期都加咗價。各位觀眾記得幫忙，撳一撳呢個 fans 俾實質嘅支持。各位觀眾，你哋支持大細，支持多少唔緊要㗎，最後支持，因為你實質嘅支持對我嚟講，對我啲團隊嚟講有好大幫助。各位觀眾記得幫忙。撳一撳呢個 fans 俾實質嘅支持，衷心感激一盡。同大家講翻香港嘅股市啦。嗱，咁星期五咧，香港嘅股市又跌咗200零點，去到26,241，但係成交咧就最萎縮，得2,096億。嗱，咁整體上咧，星期五啊，香港嘅股市開波跌100零點啦，跟住就插落去，最多跌咗318點，穿一穿26,200。跟住又回穩翻，咁啊連續幾次咧都企穩喺26,000以上啦。咁收市咧跌咗244點，去到26,241。不過成交奀啲啊，朋友記住啦，千祈唔好諗住咧跌市成交少係好事啊，唔係㗎。由於近期嘅成交持續萎縮咧，呢個要留意啦。咁啊，至於咧個股市方面啦，嗱咁基本上咧星期五啊。美國香港啊，香港嘅分類指數咧就以科技指數跌幅較多啦，跌1.8%。咁而2,096啲成交裏邊咧，基本上咧嘅沽空啊就係314億，咁啊佔大市成交15%。咁而沽空金額最高嘅股份啦，咁根據我譚紹興嘅觀察咧。分別就係阿里巴巴沽空17億，小米沽空15億，泡泡瑪特沽空15億，騰訊沽空13億，盈富基金就沽空10億。咁呢5隻咧係今日沽空金額最高嘅股份啦。咁啊，泡泡瑪特突然間沽空急增咧，相信同近期嘅新聞都有關啦嚇。咁啊，至於咧不尋常沽空啦。咁根據我譚紹興嘅計算咧，星期五嘅不尋常沽空就有2、4、6、8、10、12、14、16隻，咁啊同平均水平15隻差唔多。嗱，朋友記住喎，不尋常沽空咧係根據當日即係星期五樣，根據星期五嘅沽空資料計算出嚟嘅。咁同我一陣講嘅累積沽空就唔同啊，所以千祈唔好撈亂啊。好啦，咁星期五嘅不尋常沽空最不尋常嗰5隻，分別就係阿里巴巴、小米、泡泡瑪特、騰訊、快手呢5隻啦。再一次啊，星期五不尋常沽空裏邊最不尋常嗰5隻就係阿里巴巴、小米、泡泡瑪特、騰訊、快手呢5隻啦。有朋友留意住喎，基本上咧，泡泡瑪特同小米咧。近期嘅不尋常沽空就越嚟越挫啊！即係咧，佢越嚟越逼近95啊、96咁上去啊，所以呢兩個股份異常留意啦。咁啊，至於泡泡瑪特咧，佢個市值又唔係咁大喎，但係咧佢嘅不尋常程度咧就比騰訊啊仲高喎，所以留意下。咁啊，另一方面咧，我發覺呢啲半導體股裏邊咧，華虹、中芯啊都喺不尋常沽空裏邊嘅。嗰朋友近期講一次啊，好多大戶咧係沽一隻。買一隻做交叉盤嘅，咁當然啦，有啲大戶2隻都沽添啦。好啦，咁啊啲金融股咧就亦都喺個不尋常板塊裏邊嘅，就係平保、招行、
友邦、建行同埋其他內銀股嘅朋友自己留意啦。好啦，咁講緊港股通啦。嗱，星期五香港股市成交就2096億，而港股通成交就986億，咁啊佔大市成交47%，咁啊同近期只一半嘅水平差唔多啦。咁而咧當中咧就有75億嘅資金係淨流入或者係淨買入嘅。咁而當中咧淨流入最多嘅小米就9億6，中海油7億6，華虹6億，小鵬3億6，中芯1億5。嗱，呢5隻係星期五港股通裏邊淨流入金額最高啦。咁至於沽出啦，咁啊淨沽出最多嘅騰訊4億7，阿里3億6，快手2億9。嗱，呢3隻咧係星期五淨沽出金額最高啦。順便提啊，星期五咧隻普亞特咧喺港股通裏邊都有淨沽出喎，係8500萬。但係咁喎，星期五普亞特淨沽出咧金額唔算好高喎，反為咧隻協鑫科技3800咧嘅淨沽出成9700幾萬，7.1億，呢個咧就多少少喎。嗱，留意住啊。咁同埋咧近期咧見到港股通咧都持續係減持咧，就阿里同騰訊嘅，咁啊只留意啦。嗱，咁順便提喎，啱啱星期五咧，咁我哋見到小鵬咧港股通裏邊有淨買入3億幾啊，但係星期五晚咧喺美國嗰邊咧隻小鵬就俾人掟得幾勁㗎嚇。好啦，咁啊至於形勢方面啦，觀眾留意住喎，近期嚟講咧我就發覺睇翻香港2000幾隻股份嘅動力統計咧就個動力唔高啊，依然喺80邊緣徘徊，咁所以依排嚟講咧就唔排除股市可能咧發上發落，即係升幾百點、跌幾百點、升幾百點咁挫下挫都唔定啊，維持住。咁反為咧就係個成交啦，嗱，因為近期嚟講好似啊，一般嚟講個成交就行先過股市嘅，近期呢個成交嘅動力就持續下降。咁同埋近期嘅成交到咗頂之後咧，就未有大成交啦。嗱，即係香港股市啊。咁所以如果個股市嘅成交到咗頂咧，咁個股市可能早前27300咧，有機會係近期一個頂位嚟㗎。嗱，觀眾11月呢排呢個股市喺26000升升跌跌升跌跌啦。咁大致上咧，我粗略計過咧，近期個股市喺26000向上咧就差唔多500-600點。向下1000點，咁但係咁我而家26000挫嚟挫去啊！但係咧，我同大家講過幾次啊，就睇緊近期嚟講啊，個股市嗱，呢個10月份㗎，就連續6個月喺個縮波頻嘅。11月咧個波頻都係縮嘅喎。如果今個月冇一個爆邊情況咧，咁12月就大鑊啦。嗱，因為一般嚟講，如果有7個月縮波頻咧，呢個咧應該係過去10幾年都未見過啊，所以留意住啦。所以今個月睇下個股市會唔會有個大爆邊，一係就爆上去28000，如果唔係咧，就可能會懟翻落24000嘅啦。因為依排嚟講個股市啊，就連續10幾日，嗱，望我先啊，連續咧1、2、3、4、5、6、7、8、9、10幾日咧喺26000到升升跌跌，向上500-600，向下1000。嗱，望望先啊，即係快嚟快去，咁基本上咧就嚟咧就應該有個新嘅方向啦。睇下今次係咁樣拱上去啊，定係咁落嚟啦嚇。但係咧，暫時形勢嚟講咧，好似個股市向下機會高啲喎。嗱，點解咁講咧？第一，近期個股市就已經係跌穿咗呢個上升通道，跌穿咗上升軌，上唔翻去啦。嗱，朋友留意先啊。其實近期個股市咧，除咗係跌穿呢個上升軌或者上升通道之外啦，如果我哋將佢 close up睇睇咧，其實近期個股市咧係慢慢形成咗一個下降通道出嚟啦。望我先啊，係慢慢要形成咗下降通道。如果我哋將呢度放大啲，用一個15分鐘嘅圖表咧，呢個下降軌就明顯好多啦。所以近期個股市咧就開始由上升通道咧就變咗個下降通道啦。嗱，望望先啊。咁啊，好彩咧就個波幅通道就未穿。嗱，個朋友近期咧，等個股市咧個波幅通道雖然咧就由向上就變咗橫行，咁暫時就未穿個波幅通道。如果穿咧就大鑊啦。所以依排嚟講咧，個股市啊，如果睇翻個走勢嚟講咧，
開始醖釀一啲鞏固嚟緊啦，或者調整嚟緊啦。正如頭先講到啦，近期嚟講個股市就由之前呢個上升通道變咗下降啦。嗱，所以呢排嚟講咧，26,000係一個重要關口嚟㗎。咁第二，嗱朋友，近期我想同大家講少嘢喎。呢排嚟講咧，我發覺香港嘅股市出現一個咧罕見嘅現象，就係咧恒生指數、國企指數同埋科技指數呢3個指數咧，根據譚氏研發嘅波形指標、振幅指標同埋另類波指標咧，呢3個指數都齊咧出現一個3線下墜。嗱，即係話咧，呢3條波幅線係向下黐埋一齊。嗱，記住朋友，唔係3線匯聚啊，因為咧佢係3條線向下黐埋一齊，唔係打橫黐埋一齊㗎。咁啊，不過記住3線下墜唔係跌㗎，就話俾你聽個波幅或者個波頻有機會咧係擴大，即係嚟緊呢3個指數可能有個大升大跌啊，即係可能突然間嘣一聲升1-2千點，或者懟落去1,000點。即係而家嚟講咧，3個指數啊都先後咧出現一個3線下墜，所以嚟緊嘅股市咧要攬緊安全帶啦。咁啊，另一方面咧，近期個科指啊，想同大家講講喎，就係近排嚟講咧個科技指數啊，就啱啱咧就跌，啱啱咪到翻一度啦嚇。望先嗱，朋友喺一度咧喺5730呢度咧有個頸線位嘅呢個大頂啦。咁所以呢排咧就留意住啦，個科指就形成咗個大型嘅頂部5730係個位。如果短期穿咗大位咧，要小心啲啦，因為點解咧？佢就已經啊近期個科指就跌穿咗舊年呢個高位啦。唔係舊年，係今年嘅高位啊！已經跌穿咗今年咧3月呢個高位。咁所以短期嚟講咧，如果再穿埋呢條頸線5730點咧，就要提防啦。咁啊，暫時嚟講睇翻個指數，好似恒生指數或者科指咁咧，好似係穩咗一個調整。咁所以如果今次啊呢個大爆邊如果係向下咧，我諗都會個幅度大嘅嚇。好啦，咁朋友總括嚟講咧，我覺得近期個股市26,000咧就有關鍵位，因為呢排嚟講喺個26,000向上向下咧都浮沉咗成個月咁滯啦。咁所以嚟緊咧，如果向下插咧，咁我覺得就有機會試埋個0.382位24,200啦。咁同埋咁我記住啊，近期嚟講係罕有地咧，應該係10年來第一次3個指數都一齊出現一個3線下墜，所以嚟緊呢個大爆邊咧都幾大嘅會啊。咁啊，睇下今次係11月出現啦，定12月出現啦。正如頭先講到啦，由於咧個波頻指標連續6個月縮波頻嘅，如果今個月係爆邊咧，咁即係出現一支咁嘢就 O K 啦。如果唔係咧，睇到12月咧大鑊啦，有機會咧呢個爆邊情況都幾慘烈嘅會啊。好啦，觀眾，我都同大家講翻咧近期嘅最新嘅累積沽空情況啦。嗱，記住喎，而家同大家講嘅累積沽空咧，就係透過譚氏研發嘅累積沽空程式就計算出嚟嘅，就唔係來自任何人報告嘅。記住啊，係我自己研發嘅程式計算出嚟嘅。同埋咁喎，累積沽空咧就係嗰個股份由上市而家一共有幾多沽空，同我平時每日講嘅沽空咧就唔同㗎。呢個係一隻股份由上市而家一共有幾多沽空，咁所以咧我參考價值方面咧就高啲嘅嚇。好啦，咁啊，首先同大家講翻而家香港股市啊累積沽空金額最高嘅股份啦。嗱，不過記住喎，排名不分先後啊，將個次嚟撈完咗㗎。咁啊，當中咧大家熟一熟面嘅，咁梗係有騰訊啊、美團啊、阿里巴巴啊、平保啊、小米啊、比亞迪呢啲啦。嗱，再一次啊，熟一熟面嘅騰訊、美團、阿里巴巴、平保、小米、比亞迪呢啲啦。咁但係咁喎，除咗呢幾隻之外咧，有啲係新入嚟嘅喎，就係咧普亞特、快手同埋招行、紫金。嗱，呢幾隻咧係近期新進嘅喎。咁尤其是普亞特同埋隻快手，突然間呢排嚟講咧，佢再度打入翻10大嘅累積沽空榜嚇。咁同埋咧，隻普亞特近期好多新聞大家知道啦。咁所以呢排咧隻普亞特咧，佢嘅沽空咧係異常活躍嘅嚇。好啦，咁至於加沽啦，朋友，加沽嘅意思就話啦，
本來啲空軍或者大戶係沽空呢隻股票嘅，咁而家發覺咦有啲不利消息喎，或者有啲唔對路喎，就進一步增加沽空金額，所以要加沽啦。咁而家同大家講翻咧就係加沽裏邊最不尋常幾隻啦。嗱，記住個次序都變咗㗎。咁加沽最不尋常嘅就係中芯、華虹、友邦、平保同協鑫。嗱，再嚟一次啊！近期嚟講，加沽最不尋常嘅中芯、華虹、友邦、平保同埋協鑫，嗰朋友留意住喎。嗱，中芯、華虹、友邦、平保呢啲都算大嘢啦，但係咁喎，即係協鑫好奀啫喎。但係協鑫同佢哋平排喎，所以呢排嚟講咧，協鑫不尋常，沽空留意啊！好啦，咁啊，至於平倉啦，嗱，朋友，即係話呢空軍本來咧就沽空咗隻股票嘅，咁而家咧可能差唔多啦，就買翻啲貨嚟平倉，咁所以咧平倉咧有個買貨嘅動作㗎。好啦，咁啊平倉裏邊咧最不尋常嘅，嗱，記住喎，排名不分先後撈完咗㗎，就係建行、紫金、理想、比亞迪同美團。啊，再一次啊，平倉最不尋常嘅，記住撈完個次序㗎。建行、紫金、理想、比亞迪同美團，咁當中我發覺咧，比亞迪同美團近期可能跌穿或者逼近100蚊啦。我發覺啲空軍平倉嘅意欲都強嘅喎。嗱，觀眾，基本上咧，我睇翻近期嘅累積沽空咧，我覺得股市啊，如果真係11月跌嗱，就係先啊，頭先講到啦，由於過去6個月個縮波頻嘅，而家暫時今個月個波頻都唔高啦。就喺26,000度上上落落，係差唔多咁低嘅啫。咁即係話咧，近期嚟講11月，一係就大波頻11月，如果唔係12月㗎啦。咁但係睇翻而家嘅累積沽空咧，我發現一樣嘢喎。嗱，各朋友唔好瞓覺啊！我發覺咧就喺大戶咧近期啊，好似都唔係好敢咧沽空個股市喎。因為呢排可能個市日升日跌，日升日跌咁啦，或者突然間阿特朗普好輸出嚟唔定啊。咁所以呢排呢啲空軍咧係以平倉為主嘅喎。嗱，好似啱過咗星期。增加沽空金額，即係加沽就80億，平倉咧就180億。嗱，再一次啊，增加沽空金額就80億，平倉180億，咁即係淨平倉100億喎。即係話啲空軍近期咧係採咗個平倉嘅情況，咁同埋咧佢啲沽空裏邊咧就冇再好以前咁樣集中啊阿里啊美團呢啲咯，反為咧係懟一啲即係二線啲，好似平保啊、友邦啊，甚至係隻3800協鑫喎。嗱，所以呢個咧，我發覺近期咧，我對個大市咧，如果真係跌落嚟咧，反為咧睇翻呢個今次啲空軍嘅情況，叫做啊，係根據而家空軍嘅情況咧，如果真係跌落嚟咧，反為咧係一個值得留意，甚至係撈底嘅機會喎。因為啲空軍近期以縮手為主嘅，咁所以如果今次嘅股市喺11月插落嚟，或者10月插落嚟咧，反為係一個良機都唔定啊！或者我個人啊，我自己良機就唔係你嚇。好啦，咁啊，同大家講翻幾隻重磅股嘅沽空情況先啦。嗱，記住係累積沽空啊。咁第一隻好多觀眾關注嘅騰訊，嗱，望望先啊。近期騰訊啲沽空咧停咗㗎。嗱，早排咧佢就平倉嘅，突然間排咧可能個市太挫啊，啲空軍就唔升唔跌，即係冇平倉冇加倉，即係暫時講啲空軍就觀望為主嘅。嗱，我講過幾次，如果騰訊啲空軍繼續平倉咧，反為一次機會喎，因為上一次啲空軍大平倉咧就撳住騰訊唔升唔跌，喺500蚊成個月啦，嗰個平完啦就爆上去600、650啦，所以今次啲空軍係平倉咧，咁騰訊就值得留意啦，尤其業績前啊。咁至於另一隻阿里巴巴就少唔同喎，近期咧阿里巴巴空軍咧有少量加倉啊。咁啊，唔知係咪見到阿里巴巴升唔到啦，開始有少量加倉，即係增加沽空金額。咁至於近期咧，好多觀眾問到美團呢又唔錯喎。嗱，美團咧近期啲空軍平倉嘅意欲強咗嗱，嗰朋友。所以如果今次美團啲空軍真係大平倉，即係記住加個大字先啊，係大平倉咧，咁個美團咧又應該有運行諗住。各位觀眾記得嚇，你睇緊 YouTube 嘅譚紹興頻道，記得幫下手嚇，喺 YouTube 俾個 like 我，同埋幫忙睇埋喺 YouTube 廣告。咁當然啦，近期製作成本上漲，大家幫我手嚇，
撳一撳呢個 fans， 俾啲實質嘅支持，衷心感激一盡。好啦，咁講緊就另一隻啦，就係小米啦。嗱，近期嚟講咧，小米嘅累積沽空咧就持續增加嘅，冇最高，只有更高，開始係逼近咧2023年高位啦。朋友留意住啊，因為近期啲空軍就係咁加倉，嗱，呢個好關鍵啊。好啦，咁啊，至於咧好多觀眾都關注嘅中芯咧就有啲唔同喎。中芯咧早排啊，啲空軍就大平倉，或者係跌平倉啦。咁近期咧又微微加翻倉，嗱，所以依排嚟講咧，空軍咧平完之後有少少加倉，嗱，呢度咧留意住啊，近期中芯彈完上去之後咧，好似高位企唔住咧，可能啲空軍加倉有關㗎。咁另一隻咧就依幾日咧好多觀眾講到，亦都好多新聞嘅隻普馬特9992啦，嗱，朋友網上要知啊，啲空軍近期冚冚聲沽空，砰砰砰咁樣。咁啊，相信同近期咧佢啲新聞有關啦，空軍係咁加沽嘅。不過咁喎，普馬特咧，我想同大家講喎，今次我會留意住啲空軍係咪強攻完之後平倉？嗱，點解咁講咧？因為上一次嗱，呢個普馬特啊，上一次啊，當啲空軍喺度大平倉嘅時候，平完啦，隻普馬特咧就跟住爆升啦，所以今次啲空軍大平倉咧就話唔定係另一次機會啊。當然因為未有啊。咁睇下空軍平倉先啦，啲空軍未得，睇下幾時會唔會好似呢度咁高，跟住如果平倉咧就密切留意住啦。好啦，咁先同大家講翻咧，星期五美國股市先啊。嗱，咁星期五咧都幾戲劇性㗎，美國股市一度急跌400幾點，咁由於咧美國停擺咧，可能有轉機，咁令到股市啊止跌回穩嘅。嗱，望一望先啊，星期五晚咧美國股市開波已經瀡落去啦，個道瓊斯指數一度跌417點，就穿咗46,500，咁啊跟住咧就止跌回穩，就反彈翻嘅，咁而最後收市咧就倒升咗74點，咁啊都算咗一個單日轉向升，都勉強一個利好信號嚟㗎。咁但係停擺咧，會唔會有曙光咧？呢個真係難講啦嚇。好啦，咁先講翻個股市先啊。咁星期五晚，美國道瓊斯指數收市升咗74點，去到46,987，納指咧就微跌49點，去到23,004點。S&P 500微升8點，去到6,728。嗱，朋友。星期五晚美國咧就大回環，先跌就後回穩，咁啊，但係成交就唔係好多啫喎，係啱啱同個平均水平差唔多。咁而全個星期計數咧，其實近期嚟講嗰個納指啊個 last 咧係錄得近期咧較大嘅一個星期嘅跌幅。咁啊，而股份方面咧，咁星期五咧啲股份都普遍咧個大回環，先跌就後回穩嘅。咁而另一方面咧，睇翻個別股份啦，隻 Tesla 咧就真係戲劇性啦。諗住咧馬斯克個1萬億薪酬方案通過就會反彈，點知冇喎，再插。咁AMD 啊、AVGO 啊、Qualcomm 啊呢紮半導體嘅 AI 半導體股咧都有啲沽壓啊。星期五啊，咁而咧納指7強啦，咁就咧。3隻升4隻跌，咁當中Tesla 同 Google 咧就跌幅比較多啦。咁而至於喺美國上市嘅中概股啦，老朋友未講喺美國上市嘅中概之前咧，首先嚟講，我譚紹興喺度鄭重聲明，我譚紹興喺度係純粹同大家分享翻、share 翻我觀點同睇法。分享翻 share 翻圖表嘅高低位，係冇任何買賣建議，亦都冇叫你跟我。你哋要買要賣就自己做研究做功課，同埋請獨立第三方嘅專家俾意見。各位觀眾記得嚇，我喺度係冇任何買賣建議，亦都冇投資建議。你哋要買要賣就自己做研究做功課，負責翻你自己嘅投資啦。好啦，咁星期五晚咧喺美國上市嘅中概股咧，可以話咧係全線下跌嘅喎。咁
咁而當中咧跌得最多就小鵬、蔚來同埋比亞迪嘅 ADR。咁反為咧拼多多同阿里巴巴或者京東咧都係微跌啫喎，跌幅就唔係咁大啊。咁而成交咧近期嚟講咧喺美國上市嘅中概成交就縮咗好多啦，得個400零億港幣。咁而阿里巴巴成交128億。近排咧阿里巴巴喺香港成交咧好多時咧都係多過美國嘅喎。嗱，嗰朋友留意住啊。好啦，咁啊至於異動股方面啦，咁星期五晚咧喺美國異動股咧，根據譚小英研發嘅異動股程式咧，可以話大部分咧都有啲3、4、5線股，好似 Open 啊、PAC 啊、PLUG 啊、SoFi 啊、BBAI 啲啦。咁而另一方面咧，近期咧隻 NVIDIA 咧個成交同埋個買賣宗數咧都異常活躍喎，可能逼近業績期啊。咁啊，再加埋咧就係隻輝瑞啦。近期嚟講咧，輝瑞就嚟股息除淨啦，或者係已經股息除淨啦嚇。咁啊，所以呢排咧輝瑞咧個買賣盤都好大喎。好啦，咁啊成交金額最高嘅股份啦，咁根據我譚紹興嘅計算咧，分別就係 SPY、QQQ、NVIDIA、Tesla 同埋 Facebook Meta 呢5隻啦。嗱，再一次啊，星期五晚啊，成交金額最高嘅股份，根據我譚紹興嘅計算咧，分別就係 SPY 即係 S&P 500嘅 ETF、QQQ、NVIDIA、Tesla 同埋 Meta 呢5隻啦。順便提喎，近期嚟講咧，可能咧美國股市太挫啊，啲資金咧就反為咧轉流咗去啲 ETF 度，嗱，好似 SPY 啊、QQQ 啊、IWM 啊，同埋大部分嘅主流 ETF， 即係主流指數 ETF 咧，近期嘅成交幾龐大啊！好啦，咁講翻個股市先啦，朋友。近期咧，我喺呢個視頻已經連續講咗成個星期，就係近排嚟講，美國3大指數就已經升得太多，拋離條50天線太遠啦，所以咧就會貼近翻條50天線嘅。好啦，咁啱啱過星期五咧，美國3個指數都掂到或者一度微微跌穿條50天線啦。望望先啊，第一個道瓊斯指數星期五晚咧一度係逼近翻條50天線啦。嗱，嗰朋友留住喎，近期講條50天線就46,300。嗱，呢個好關鍵啊，因為咧，自從咧今年5月到而家咧，佢未大幅跌穿過呢條線嘅，咁所以睇下近期嚟講可唔可以企穩46,300啦。不過個 RSI 弱啲，就做咗個頂背馳。不過咁個 RSI 啊或者 MACD 咧，呢頂背馳咧就已經持續咗好耐時間㗎啦。好啦，咁至於個納指啦，嗱，朋友，我咧就上2個星期講好多次啊。近期嚟講咧，我發覺咧好多科技股咧啲大戶啊，都係鬥住嚟沽貨嘅，好似隻 NVIDIA 咁啊。星期五雖然升咗，但係啲沽壓都幾沉重㗎嚇。咁亦都係帶動咗個納指下跌㗎。咁近期講嘅納指咧係啱啱過咗星期，近期較大跌幅嘅星期，咁亦都啱啱咧係微微穿咗條50天線22,600嘅。老朋友，我呢個視頻講好似啊，早排嚟講，由於個納指升幅太大啦，做咗好多上升裂口。咁啊，遲早都要補回啊，咁補晒啦嚇。咁亦都係啱啱微微穿咗呢條線。嗱，短期提防啊，因為由5月到而家呢個納指就未跌穿過呢條線嘅。如果短期穿條50天線22,600咧，就提防咧呢個調整會金啲嘅嚇。好啦，咁至於個 S&P 500嗱，觀眾，我喺上2個星期已經講咗啦。近期咧，當個 S&P 500衝上嘅時候啊，就唔少大戶咧係做咗啲 S&P 500淡倉。咁啱啱過星期五咧，見到有啲都唔好多啊，有部分獲利回吐啊，即係好多淡倉咧有少少平倉，可能逼近條50天線啦。嗱，望望先啊，個 S&P 500咁啊，近期我講好多次啦，就係拋離條50天線太遠啦，同埋罕有地咧，老朋友，我早排已經講咗個 S&P 500罕有地出咗連續2個上升裂口。一般嚟講咧，升咁急咧，都有機會逼近翻條50天線。嗱，呢條50天線係6,600，嗱，所以短期咧睇住先啊，睇下會唔會跌穿6,600呢個大位。各位觀眾，綜合嚟講咧，美國3個指數啊，都開始考驗條50天線嘅支持。不過記住喎，由於由今年5月到而家咧，
呢3個指數都未大幅跌穿嗰條500天線嘅。如果今次大幅失守呢條線咧，就提防啦，可能呢一個中短期嘅調整嚟緊啦。好啦，咁啊另一方面咧，個恐慌指數啦，老朋友，上個星期五啊，個恐慌指數扯得好高㗎，扯到逼近22㗎。咁啊，由於突然間就美國停擺，可能有轉機啦，咁啊恐慌指數就回落翻。咁近期嚟講啦，發現呢個恐慌指數咧，都異常挫啊，係挫上去啊。因為呢排嚟講，唔少大戶咧就買咗呢個恐慌指數嘅相關衍生工具，就做個保險嘅。咁所以睇下今次咧會唔會進一步大幅抽高啦？如果我自己揸咗一啲 VIX 相關嘅 ETF 或者衍生工具咧，我就把握短炒機會啊。一般嚟講咧，個恐慌指數啲衍生工具或者 ETF 咧，佢就唔會一直咁升嘅喎，通常係升完急跌再升急跌咁嘅喎，係幾錯㗎。所以咧，千祈咧就唔好當佢股份咁睇啊。不過咁我記住啊，我喺度係冇任何買賣建議，冇人投資建議，你哋要買要賣就自己做研究做功課，負責翻你自己嘅投資啦。好啦，咁至於個別股方面啦，咁好多觀眾留言就講到咧 Tesla 嘅，因為好多觀眾就話諗住咧馬斯克1萬億方案啊，1萬億嘅薪金方案就通過之後會升嘅，點知倒跌咁啊？其實好正常嘅，趁好息出貨啊。咁啊，而咧個 Tesla 咧，第一雖然佢跌啫喎，但係啲沽盤咧就唔係好沉重啫喎，因為唔知會唔會市場咧驚住有變啊，所以咧我發覺啲沽壓咧就唔係咁沉重。咁啊，雖然咧佢星期五咧係凌空飛跌嘅，嗱望望先啊，佢一逼近條50天線420咧就有初步支持，不過咁佢 RSI 咧就越跌越金啊，所以咧提防啊，我覺得如果我有隻 Tesla 喺手咧，條50天線420同埋呢個上升有400蚊咧，喺個最後防線。如果穿咗400蚊咧，我有貨咧就會先行止賺啦。至於你有貨點做咧，你就自己做研究做功課，負責投資啦。咁啊，另一方面咧，就 Nvidia 啦。近排嚟講咧 ，Nvidia 嘅沽盤越嚟越重啊。咁啊，正如咧我同大家講咗啦，有唔少嘅 Nvidia 嘅淡倉喺個市場陸續增加嘅，尤其是逼近業績期咧，呢淡倉增幅幾大㗎。咁啊，而近期咧就 Nvidia 就懟落嚟，就啱啱一度跌穿條50天線啊，老朋友。我近期講好多次啊 ，Nvidia 180蚊有個橫行區，如果短期穿呢個橫行區要小心啲啊，再加埋咧佢嘅 RSI 咧就插得好深啊，所以咧我就會嚴守180蚊呢個止賺位啦。咁啊，另一方面有啲觀眾問到隻 Intel， 咁 Intel 冇嘢講喎，因為 Intel 咧近期嚟講咧，佢就掹車邊就衝咗上去，只不過近期咧個累積升幅太多，喺呢啲位咧可能要鞏固下，即係短期唔排除咧喺30零蚊呢啲位咧要橫行一段時間啊。咁啊，同埋咁喎，佢有少少做咗個頂部形態，頸線就36，咁所以咧，如果我有貨咧，我就會嚴守36呢個止賺位啦。好啦，咁啊，至於隻 AMD 啦，咁近期咧Nvidia 近期 Nvidia 跌咧，亦都對隻 AMD 有啲壓力喎。咁呢排嚟講隻 AMD 咧唔覺啦，嗱，好朋友望先啊，佢早排突然間就爆升啊，衝咗上去，咁啊基本上咧就已經咧累積太大升幅啦。咁所以呢排咧開始啲獲利回吐，甚至有啲離場嘅貨啊。咁所以短期講咧，呢隻 AMD 咧提防啊，因為佢呢度咧有大型嘅上升裂口，所以如果我有貨咧，我會嚴守200蚊呢個上升裂口嘅止跌位啦。嗱，觀眾近期咧美國啲 AI 半導體股咧，我話開始見啲資金咧就沽貨離場，因為可能升太多啦，開始有少少咧換馬去翻啲高息股嘅情況。呢個咧同近期香港一似喎，因為近期香港股市咧都見到啲資金就轉為換馬去啲內銀股，或者高息嘅內銀股嘅或者中特股啦。好啦，咁啊講翻先啊，講翻幾隻咧3、4線股先。嗱，朋友，我咧早排已經講咗好多次啦，就係美國啲3、4、5線股咧，啲大戶輪流炒一隻就炒第二隻、第三隻咁炒完就算㗎啦。正如咧近期啊升得好勁嘅 OPEN 咧，你睇望望先啊。近期升得好勁嘅 OPEN，砰一聲衝完之後，去到11蚊衝唔穿啦，大戶散水，咁啊持續下跌㗎啦。望先啊，
咁啊，所以咧 Open 咧星期五嗰下急插咧就差唔多咧。如果有貨要離場添啊！嗱，因為嗰下咧插得好深啊，所以如果我有喺手咧，我就會止賺離場啦。咁另一隻 Put 啊都一樣啦，望望先啊！大家走勢差唔多啊，拱咗上去之後，跟住咧喺高位獲利回吐就收手啦。嗱，望望先啊！呢隻 Put 咧近期又勁插啊，所以短期咧呢隻 Put 咧我就發覺2個半係關鍵位，呢位不容有失啦。如果穿呢位咧，我就會全線離場啦。老實講，其實近期啊，佢做咗呢個雙頂跌穿呢個雙頂嘅頸線，甚至呢個裂口位咧都差唔多要離場噶啦。咁啊，同埋隻 Open 都一樣啦，我朋友望望先啦。其實兩隻股嘅走勢差唔多噶。嗱，呢隻 Open 近期嚟講咧，佢已經跌穿喺大位噶，所以呢隻股份咧亦都係到咗一個要止賺離場嘅水平啦。嗱，我朋友望望先啦 ，Open 嘅跌幅同一 Put 咧，大家不妨望望差唔多噶。所以其實近期咧，美國啲2、3、4線股嘅跌落嚟個手勢差唔多，升同跌啊係倒模噶。好多大戶咧炒一隻。拱上去之後，高位散貨。第二隻呢排嚟講咧，開始大部分3、4線股咧都見到個散貨跡象。咁啊，另一隻咧就係SoFi啦。嗱，望望先啊。嗱，喺SoFi咧都開始見啲資金就散水啦。所以短期呢個股份咧，我要嚴守25蚊呢個止賺位。嗱，觀眾，我呢個視頻咧就講咗好多次啦。如果我有啲3、4線股有唔錯利潤嘅，我就要把握呢個獲利機會。唔係咧過咗之後啲大戶散貨咧又得人吉。嗱，呢樣嘢唔係今日講㗎，我連續講咗2到3個星期㗎啦。好啦，各位朋友，簡單嚟講咧，由於近期啊美國3大指數都開始係逼近或者甚至輕微跌穿嗰條5日天線，所以呢排咧道指、納指同 S&P 500。呢條5日天線可以有關鍵位啦。如果短期穿呢條5日天線咧，就唔排除咧美國股市係進入一個中期調整機會，所以到自己留意啦。好啦，各位朋友記得嚇，我喺度係冇買賣建議，冇話投資建議，你哋要買要賣就自己做研究功課，負責投資啦。嗱，咁總括一句咧，睇緊近期講美國香港唔係美國，香港3大指數啊，恒生指數、國企同埋科技指數都先後出現一個3線下墜嘅情況，咁再加埋呢個股市嘅波頻指標，連續6個月縮波頻嘅，咁啊基本上有機會咧喺11月或者12月，即係最好11月啦。如果11月唔係咧，10月大鑊啦。咁有機會係個大波頻嘅，咁即係嚟緊嘅股市已經係出現一個爆邊情況，有機會咧係衝上去1、2千點啦。不過咁喎，亦都有機會碌落嚟1、2千點。以而家嘅市況咧，好似向下機會高啲啦。咁再加埋咧，美國個道瓊斯指數、納斯達克同個 S&P 500都已經開始逼近條5日天線啦。嗱，所以呢排咧好奇怪啊，就係美國股市同香港股市都開咗一個年尾嘅關鍵位。如果過得依關咧，咁應該12月就有運行啦。所以睇今次會唔會啊？同埋近期嚟講，睇啲空軍嘅情況咧，就唔似大舉懟落去，甚至收手嘅。所以今次嘅股市插落去插得深咧，反為係一個年尾自己留意嘅機會啦。各位朋友記得嚇，我喺度冇任何買賣建議，我投資建議，同埋記住喎，如果大家有個別香港或者係美國股問題、外匯、黃金同埋交學人想知嘅，不妨嚟俾我，可以做到觀眾關注問題同答翻嘅。不過記得喎，撳一撳呢個 fans，俾啲實質嘅支持，衷心感激一盡。好啦，今日講咁多。再見。以上資料呢就純屬參考之用，冇任何投資建議。